跟你说，爱的传播。大家好，我就是散播欢乐、散播爱，我们艳丽人人爱的爱，大家爱2声就好。欢迎收听《爱跟你说》第9季第10集节目的播出。差不多其实全台都有全台湾拢有啦。因为伊知影讲，这个电台有在专门为咱这个家家当中同学在点歌的，你讲全台湾各个管区拢会下来，所以我们在批拢报袂了。然后大概拢读车啦。人爱姐你好，这个上线是要来分享我的心情。我是人六公的阿翔，我到即嘛已经去用乖要3年啊，而且我阁是头一摆入来红乖。培德山庄就是包括台中港啊，还有这鹿港嘛，这看守所啊，因为这培德路啊，所以因拢会小配人讲我是来自培德山庄，所以我就知影讲这是关在内底同学下来，因拢会躬声且讲阮就是前有中庭花园，后有假山流水，24小时警卫保全，这就是想起来就是又非常揶揄的这样的话，真特别啊，哎呀。等于这个培德之声内底所做的这个节目，就是或者这个爱跟你说爱的传播哈。因为主持迄个斗行人的节目了，所以就安尼慢慢的做因的教会志工啊。我喜欢跟人家介绍说，我是董月花的姐姐董月春。我是每一间家家拢爱去。无论是看守所、台中家家、旅馆，我拢爱入去。伫这家家安尼进出而且春夏秋冬，迄个感觉很强烈啦。一年个过一年无想到讲我已经做22年的主干牧师啊安尼像咱来到台中家家5、6千人的迄个修行人热人因穿底裤穿底衫，你真正看到胸坎嘛真正拢赤亮赤红安尼所以因会感觉讲一个查某的会当伫家家内底做牧师安尼。我107年开始来做这个进入监狱做教会志工的工作啦。其实同学内底拢各行各业，你知道大家人的背景无同款，我就是互因大家拢家己用选择家己爱看的报纸啦，爱家己甲打起来，家己后摆用家己搁继续看。聚会啊，搁小都希望这是以最后一次入监，看到尾讲不是希望，绝对是不能再犯罪入监了。伊就家己就这个下决心，不要小看自己，知道吗？在不在？而且我唔相信讲人无法度改变，我唔相信，我不相信。有的人会讲无可能，迄拢无可能改。但是讲实在，我是真正我唔相信啦。我看到他的编号，哇，就很熟悉感就回来，所以这是非常非常资深的听众。伊就是就是专门为着这个咱的修行人所开的一个节目。这个声音已经陪伴我20多年啊，所以这对来讲嘛是一个抒发的管道啦。大部分因拢会甲真侪心内底的话写在课内底，甲我讲安尼。伊在内底的双脚打着蓝白拖嘛，亲情人情是折磨坎坷路上是颠簸，人情世故早看破，只愿自由门开拓。大步向前不回头，这是同学甲我讲，伊讲伊伫内底，伊来学啥物？伊来学做人诶，安怎做人诶？有人就会有犯罪的代志，所以这个教化的工作呢，你永远有需要人入来，互因知影讲，你会当顶头生，互因有一个人安尼。咱我都一直搁做咧，一直搁做咧，就是咱看到同学。一些行为的改变啊，甚至有的同学出去就甲我，假使已经出去嘛，甲我讲，老师你放心，我一定袂互你失民主。咱感觉安尼就才有价值啦。一个圣灵有伊的过去，但一个罪人也有伊的未来。我希望大家会当给予因一寡机会，伊嘛希望会当做一个有价值的人。